嘎巴还是溜。嗨，大家好，全体总动员学客家话喽！哎，今天带你去逛街，那条裙子给我看一下好吗？这一条裙呢，哪本爱看？这一条就是那条，就是那一条，这一条裙呢就是裙子的意思。这一条裙呢，哪本爱拿给我，哪本爱拿给我。看就是眼睛去看的意思，哎，那条裙子拿给我看一下。这一条裙呢，哪本爱看？好吗？就是好不好啊？这一条裙呢，哪本爱看？好吗？有没有跟着念呢？嘴巴要张开来哟。好，那服务人员说没问题呀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这很简单哈，没问题。哎呀，一穿太紧了，许巍老师常常遇到这种状况，只好问你有没有大一点的呢？有，太大位给冇？有就是有没有啊？太大位，太就是很大，大位就是一点点，有太大位给冇？给就是什么的什么的，有没有大一点的吗？意思就是这样。有太大位给冇？有啊，请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马上去拿，我马上去拿哦。来，我们看来宾示范演出哦。这条裙呢，哪本爱看好吗？没问题。有太大位给冇？有啊，请等一下，我马上去拿。OK， 学客家话跟学英文一样哦，一定要开口去说，有机会就去讲客家话好吗？拜拜。